嗯，我寶你搬去嗰邊啲長凳啊，你俾香港膠啊？係啦，驚啊！嗰度文化中心咯。Hello， K11咯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行啦，喂，行啦，咁樣。上面東區走廊嘅，東區走廊下邊而家我估唔到起一個咁嘅地方叫維多利亞港乜鬼？睇下先，係啊，呢度維多利亞港啊嘛，咁跟住呢一個位其實咩嚟？夕日光之街啊 ，Sunway 咩？唔知咩嚟嘅？呢個海濱長廊唔錯，因為以前啲人如果要喺度釣魚咧，去嗰啲橋躉嗰度，應該東區走廊下邊橋躉咧，我唔知佢點去啦，可能要坐船，而家就唔使喎，直接喺度嚇，直接喺度得㗎嘞噃，喺度釣，所以呢度釣魚幾正下嘅呢個位啊幾好呢個，因為以前東區走廊咧。